来政府要来开放到美国的猪肉进口，这个台湾猪甲美国猪，乡亲啊，你会买哪一种呢？大家拢有家己的见解。台湾猪肉、美国猪肉、台湾猪肉、美国猪肉，今仔日要买哪一种？当然台湾猪啊，这食安问题啊，便宜没有用啊。台湾猪还是美国猪？台湾猪新鲜，那个莱克多巴胺的问题，那应该要有一个解决。台湾人普遍拢对台湾制造有信心，除了三肉精的问题，国产的猪肉也佫有这优点。美国的猪肉，它的公猪是没有去势，美国的猪肉会有腥味。台湾的猪养的成熟度都比较高。猪的成熟度越高，我们猪肉的味道会比较没有腥味，而且也吃起来会比较感觉会比较甜。台湾猪饲的时间较久，大部分食拢是喷；美国猪是食杂牛饲料，油脂较无遐尼高，佮加上冷冻来台湾，水分较袂流失。虽然讲台湾猪较好食，但是美国猪每公斤会比台湾猪俗20块到30块左右。袂少做猪肉料理的人拢较爱用美国猪，但是嘛是有业者唔敢用。是爱选择我们本土对啊，还是跟厂商长期配合，稳定最要紧啊，品质最要紧。猪脚店的业者讲，进口猪肉品质较歹讲，消费者会怎选，要俗还是要好食，就等开放了后才会知影。